大家好，今日好開心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分享好書。躲在蚊子後面的大象，那些隱藏在生活小事背後的深層情緒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先簡單介紹一下本書嘅兩位作者。第一位作者係恩斯特·弗利德·夏尼克 （Ernst Fritz Schubert），佢係德國一位好出名嘅教育家、心理輔導專家，同時都係幸福學校嘅創辦人。佢一直推動將情緒教育帶入學校，覺得快樂同情緒健康係人生中非常重要嘅基礎。第二位作者係奈娃·溫德爾 （Eva Wendell），佢係心理治療師，擅長用簡單又貼地嘅文字講出人心入邊最深層嘅情感。兩位作者合作無間，將心理學理論變成一本好易明又有共鳴嘅書。喺正式分享之前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哋有冇試過因為一件好細微嘅事就突然嬲爆，喊咗出嚟，甚至唔知點解自己會咁大反應？可能係朋友覆 message 太慢，同事一句說話踩到你，甚至係搭車俾人 cut 線。明明係小事，但你就突然忍唔住。呢本書就係講呢啲細事背後其實可能有大象咁大嘅情緒，我哋以為自己收埋咗，冇人會知，但其實嗰隻大象一直都企喺度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睇下：一、點解啲細事仲可以認，其實一啲都唔細；二、我哋點樣唔知唔覺間壓住咗自己啲情緒；三、我哋可以點樣學識同自己相處，唔再逃避情緒。首先講下，小事唔係真係咁細。書入面講咗好多生活上嘅小片段。一個媽媽因為個仔冇講多謝而唔開心，一個打工仔因為老細望咗佢兩眼就好緊張，朋友冇覆 message 就開始胡思亂想。點解啲咁微細嘅事都會令我哋咁激動呢？因為佢哋好可能勾起咗我哋以前嘅情緒經歷，可能係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冇人重視，想被愛但唔敢講出口嘅情緒。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做情緒觸發點 （emotional triggers），即係話嗰啲小事其實係觸發咗你過去某段傷痛經歷嘅按鈕啊。譬如有朋友遲到你就嬲，其實你唔係真係嬲佢遲到，而係以前經常俾人冇重視，令你覺得自己冇價值。有個例子想同大家分享。有個朋友同我講，有次佢屋企人冇等佢返嚟就開飯，佢就爆咗，直情大叫係唔係我喺唔喺都冇所謂。之後佢自己都覺得唔係咁嚴重，但係再慢慢諗返，其實佢細個放學成日自己一個返屋企，冇人等佢食飯，佢一直都覺得自己唔被重視。嗰一刻爆發，其實係壓咗好耐嘅情緒出晒嚟。其次係點解我哋成日壓住啲情緒？我哋點解咁習慣收埋情緒？因為由細到大，成日有人同我哋講唔好咁敏感啦，堅強啲啦，忍一下就冇事。慢慢我哋就變咗乜嘢都唔講，收埋埋，扮冇事。但係書入邊話，其實你越唔面對，啲情緒唔會消失，反而咧會用另一種方式翻嚟。可能係失眠，成日攰，對人冇耐性，甚至成日自我懷疑。我有個例子想分享，我有另外一位朋友，佢喺公司係主管，日日都好忙，連食飯都要開會。佢成日都話我冇時間諗情緒嗰啲嘢啦。但有一次身體頂唔順，檢查出中度抑鬱，去做輔導之後先發現，原來佢一直都壓住對家庭同工作嘅愧疚同壓力，只係以前逼自己好忙，以為唔理就冇事。再嚟第三部分係要學識點樣同情緒做朋友。書嘅後半部分教咗幾個實用又簡單嘅方法，幫我哋學識點樣唔逃避情緒。第一步係睇見，即係幫自己揾出而家感受到咩情緒，嬲、失望、焦慮、委屈，你唔需要即刻解決，只要認住佢，知自己而家係有感覺。第二步係接受，唔需要怪自己太多情緒，因為有情緒係人之常情。第三步係表達，
你可以揾個信得過嘅朋友傾下，或者寫低、畫低、唱出嚟，總之揾個方法釋放出嚟。有位媽咪同我分享，佢日日湊小朋友同埋做家務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冇資格喊，同埋冇資格覺得攰。直到有日佢自己寫日記，寫下喊咗出嚟。佢話喊出嚟嗰刻覺得好釋懷，唔係軟弱，而係終於對自己誠實。結尾前，我想大家靜靜諗下，你最近一次情緒低落係因為咩事？嗰件事背後會唔會其實唔係真係好似蚊枝咁嘅小事，而係你心入邊一直未講出口嘅大象？呢本書唔係教你點樣壓住情緒，而係教你點樣去理解佢。希望今日呢個分享可以俾大家多一啲勇氣，面對自己真實嘅感受，唔使再硬撐，唔使再假裝堅強，因為你嘅情緒值得被理解。多謝大家。如果你都覺得呢本書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多謝晒大家。